立体香，等到终老气度良好。村长，今朝侬真忙啊！张老爹，来得呀，大家闹嘛闹嘛。人家到了有今朝，令村长的功劳真不小。上一道多么那个人领，村里人大家有个功劳。小太，村长，等上了等应了，走，你快点送去吧啊！我就要送去了。村长，今朝真闹热，这个村上还有人到处里来看灯了。今朝人多，侬要多少点大事啊？晓得了。村长，哎，我来一声了。好，我等一等来。师傅，龙灯快启动了，去个吊龙灯去吧。你这个村长样样都好，就是你这个脑子里想歪，轻一点，当心被听见了。哎呀，阿托啊，你哪敢来看灯啊？是呀，女生啊，我张家庄有名的龙灯，总要来看看啊。哎，张木匠，那小飞我，哪能没来啊？哎，对啊，张木匠，今朝侬哪能不去跟老爷啊？哎，侬放心得了啊！不要开玩笑了。哪能叫小飞我？是呀，是哪能一回事啊？哦哟，讲起来真是和尚。从里有个戏班子到这里来，里面有个唱舞队的叫小飞我，和张部长的老婆生得一式一样的。那么侬啊叫，我啊叫，拿伊个名字叫开来了。不但是面孔生得一样，妖精挂上的样子也差不多。张部长，张部长，张部长，快去啊！龙灯要出动了，大家走了，等侬那个龙灯。好，大家叔叔，今日再搞我一条龙灯。好好好好好。我让龙灯调到正处，那你快点点呢！哎，张部长，马来边啊，拿小兵过来唱青山子啊！看今朝的身打扮啊，又看有像戏班子里的小兵，会对伊做啥？张家庄名声不来伊拉搞罢了。听说一个女人眼眼，也辣辣自家是女人啊！啥个木头啥个料，母女俩一样的配置。
看啥？看放火炮。好，去吧。就回来啊，等等那爹爹要门口啊。哎呀，玲玲姑娘，你到啥地方去啊？回去啊！跟恁热闹个灯笼也不看啊？哎，玲玲，跟他娘讲一声，讲5声那定义啊。哎呀，你小子啊！姨子，小金哥，哪来吃的呀？快去小问嘛。妈。咦，哪弄了？小金哥，那为啥？不要多讲了，我还是听娘的话好。好，我你的事体算了。小金哥。姨子，那到底为啥事体啊？你妈要弄我赶到希望庄去，赶到希望庄，又是你生说的没？这个老婆媳啊，最爱管的是孩子，我妈太糊涂呀。我跟小金来商量商量，你看，你对我有是对的，小金跟我脾气也真是。走，你去跟小伟谈谈。小伟，人家那个吃的啊，人家小伟那个请我，小伟，快！啊，请侬，我也来请侬呀。姨姐，小金呢？小金哥刚刚对吵过。为啥？姨姐的娘要弄姨姐赶到希望庄去，小金哥还要怪伊。赶到希望庄，你村里的事体真气人。姨姐，侬不要难过，我去跟小金谈谈。小伟，永英，那两人谈谈吧。你去帮我跑去了，等就要来了啊！哎，那不要老是那吃的，把那村长看见是啊，要那几套了。我刚刚闲话办法啦，这个老风气啊，做对个脑子啊，大家飞来。来了，拿来一刀做啥？哦，村长，没啥呀，你准备去帮我跑去。哎，小伟，走了，哎，要帮我跑去了，去了。村长。5声。哎，真是不像我啊！哎，一把火能就乱纷纷，男女混杂是不清。你看那张眼李小伟，实在荒唐太过分。为么一言王小姐？我平常管教不肯听，张家长出了事故好保护，村道的风气把得干净。是呀，村长，茶一道门前都是早把鸟了，林中下面迎苍蝇，毛头姑娘不出嫁，难怪小姑子们心话村长，侬也好做做主啊！我已经向区长反映过了。医生，侬不是听人家医院裁定度假吗？是呀，医院的亲事都已经设定了，后天就要去登记，还要请你村长小凤介绍信。好，可以。那么眼呢？哎呀，我跑到铺码头去，娘，拖拖拉拉不为赢。医生啊，我看你还要从中出玻璃，早日天眼说定清，只要把这两个姑娘嫁过去，村里风气就端正。村长。两头亲事，包在我身
两夫妻俩，就能早早设定出门。好，随便弄吧。爷爷娘来了。那个我就去的意思啊。好。爷娘，我刚刚看见那爷爷同事小薇，喏，一道去看放花炮的呀。啊，爷娘，我是要想同侬谈谈。谈啥？爷娘，我上次曾经来做媒，东王庄皇家亲自手头灯，别种人家便是灯笼的不痴情，我看你还是趁早定了这门亲。余生真是你心人，要你操劳多费心，眼眼年纪还有轻，过些日子再你能。爷爷娘你慢点走，平平身穿得紧，上衣道女大不中留，留上这破坏名声，村里说话真难听，都是你家爷爷不正经，不正经。人生实在太多事，唠唠叨叨算不清，眼眼平常有啥错，为何说他不正经？年轻姑娘爱热闹，这眼是个人喜爱个人心，只有女大多分配，这一句实话倒是真。好吧，待等我与母娘商量过，然后再来结为姻。也好，那么我要等我回应哦。好。爷爷，我们两个人的事体，侬对侬妈谈过吧？为么？我爹爹糊里糊涂，妈又怕多是非，最好请我人去讲一讲。奶奶，侬还是对侬妈提吧，要不然要弄来到小镇一样。小薇，放心好了，反正我心里只有侬，也不会嫁给别人的。不侬，嘎子是我妈拨我的，我拨侬，也是表表我的心。奶奶，我没嘎子，我要拨侬一个啥？龙汉钱。龙汉钱？青蛙大梁龙汉钱，小巧玲珑纱
心不怕后来离。爷爷，这个姑娘现在弄困着了，也不怕受了凉。爷爷啊，醒醒啊，到上哪去困啊？其实把我的罗汉钱拿到手，咦，罗汉钱为在这里？原来他罗汉钱如此大，到家人心中非传言。莫非他与娘同做一辈子，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换来的罗汉钱。人为
一
天都快要地了，我啥还没困啊？妍妍，起来，起来啊！你不能轻轻叫喊啊！看，把姑娘喊成这种样子。妍妍，醒醒，没上啊！那爹爹叫侬回到自家房里去困。看侬啊，冲得一点能样子。我冲的啥？做了半世人了，只有点能一个单根独配的姑娘，拉娘家不欢喜一点，明朝出事家也看不上伊吃苦受罪了。嘿，我讲起这个啊，我倒又想起来了呀。这个2年来打眼眼失亲的人不是很多吗？侬啊，总是改来改去，不是。最近东岳的5生来17东王庄王家对门亲事，我看差不多了，早点侬伊嫁出去子吧。外头的闲话不得了啊！啥？我还没晓得。直到母仪张眼眼招风浪朝瓦城关，现在已有了资责任眼眼情未配。伊同小姐的亲事，不是说村长不肯出介绍信吗？哪能意思有人家的呀？天老云不下雨，地下五妹不认婚，王小金与母仪没有3妹并入镇，村里人都说他们是不正经，村政府当然不出介绍信。现在另外配一个美人东云深深，嫁出一上眼眼，今后张家都出名声。村政府就是还挑剔，村里人也是介正经。既然以我的女儿名声话，为啥来来往往都来做媒人？发啥个脾气呢？早点嫁出去子嘛，村里人不会得讲上讲对的呀。本来姑娘也到100岁，99岁总要不出门。不过上一道地里好话一年事，家丈夫不但要爱终身，总要配一个清清气气的小夫妻无妻妻过高音，毕业在家也放心。当然了，要盘算盘算嘛。玲娘15生来中美，17王家这门亲，王家是在东王庄，与你的娘家近相邻，这家人家究竟好不好？爱为过的啥光景？想一想，称一称，20年来能有几趟高高兴兴忙年轻，为主们，为主娘家们，相邻好比马啥人？到底为人断然你的娘家路？就是为主娘家们，夫妻双双一同行，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跟，不知神的啥个心，真像大草为人，就是为主娘家们，看你总是心不定，本知为人受得热，毕竟穿我就同生，哪有
功夫莫相离。哎，吃性命饭，搞啥人你我？眼眼亲是最要紧。既然王家人人不入心，一到明朝去打听。娘娘，我倒要问一句没大小的闲话。啥？小薇当眼眼，究竟搞得哪能样子啊？这种我也不用提了，姑娘大了，总要嫁出去的。好吧，明朝我就让五生一道去看看。好啊，明朝我一道去。我也要去啊。 20年来个老规矩嘛，总是一道去的了。哎，姑娘大的能大了，侬啊，快要做上人的人了。难道我一个人为娘家，侬还不放心吗？更乖的呀，跟吧，跟吧。嘿嘿嘿嘿嘿。那昔日的家王家，三间房子高大，9亩8分地皮，吃人衣，烧人茶，养鸡养鸭养猪猡，4牛不在上国啊，屋里人口不多，只有公爹婆妈。公公做人最和气，婆妈平常不相杀，配着的门好亲事，上人上母谁要好。 爷娘，我看不错呀，不出去吧。爷爷爹你啥要紧？到了早上再打听。哦哟，爷娘，你放心，我身手是句真，只要你一进王家门，两亲家见面谈谈心，人地四面偷眼看，帮你诚心喜迎。 进门是相亲，啥地人家来晓得？三三两两哈谈论，新闻真新闻，上午先到女婿们，自家老婆亲亲家嘛，绝不有黄花闺女送上门。爱人爱我最难受，上门相亲不好听。哎呀，娘。 不要管人家下日根，来，三人迎进王家门，不要紧，等一等，我倒有个好财神，请你5声先进去，我俩到娘家走一程，稍等一动一功夫，我随后再到王家门。 这手是叫你到回家去，记得暗里上门来相亲。哎，这个多也好。那你人家真想得周到。你走吧。哎，那提起头了呀？哦，晓得了。开门，人啊，是我呀。了。哦，是你生大嫂，请。路口里，地王多人批，东
诸位，我看见不看见的，我一早起来，一直寻到现在还是寻不着，去东里饭都吃不落。爷爷，侬不要生气了，听我讲吧。如何的失落事情啊小，不知不行天霹雳起乌云。听说东云声声，天里做媒不家人，你爹娘跟打动到东王庄，一定为你去相亲。你生东媒不，你这地里话中爱人情，你想我对我的讨更不受人。看来好事待人听，然而啊，我心里是七上八下难安定。小为心里不要紧，这门亲事十八人，为啥亲事十八人？我不愿意就来配婚。那时候只怕不由你自作自受。这要我旨意答应不答应，总不能把我插头插枪嫁过门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姨才来了。爷爷，姨子啊，小妹忙了吧？快说呀！爷爷，那两个人的事情哪能了？差不多了呀，今朝一说嘛，就成功的。那么上次侬讲的三家，到底是哪里一家？哦，我看三家差不多里哦，门当户对配得多，长大眼眼人才好，初先生活才会做，聪明伶俐又能干，我像那20年的小兵。爷爷姑娘，真的20年前的小飞蛾，哪搞的啥？身为多位识得过，就是名声不正路。假使话名声打到王家来，还不是买个7块钱上？哎呀，上一道姑娘身在为第一。因为好话不对话，只要一到夫家来，上门感情就算数。好到不长在荒地里，凤凰不出在乌鸦壳，又是好娘养好男，养不正经，女儿一定养不正路。再看他娘小飞蛾，嫁到夫家还是想着他的保安哥，偷鸡鸭毛本性坏，今生今世难改过。用不着你们管苦从骨头前，不打不骂不争路，沙洞昨天打得牛，干西湖不必费啥大功夫，你不心态看小飞蛾，任凭他抽起满春波，经不起木匠狠狠打，还不是不打一顿归正路。难道说
这个姑娘初你倒是不清楚。哎呀，不要紧的呀，等你过门子以后，我须以回到娘家，走进娘家的路。月娘，我哪能不睡觉一上就来的啦？哪能啊？没啥，眼眼的亲事，不要提了，回去再讲。走。妹妹，那两个人的事体，好早点想想办法了。只要别弄得像我的人，我可以有啥办法？村里长辈侪是老闹紧。啥人肯来管你的事体啊？我想寻个介绍人到我妈门里去提一提亲事，也寻不着。讲好闲话的人一个也没个，讲坏闲话的人倒不少。啥人肯来当我你个介绍人啊？妹妹，介绍人由我来当，像你们的让侬请来的。我结婚没人来帮助，只有你帮我来，我帮你。现在我婚姻已待过，再不能看你们落在苦海里。我一定从中出把力，让你们婚姻来认定，来认定。谢谢你，动我爹爹第一地。成功失败气不管，死路只只能看过的。里头提心吊胆心不定，谢谢你，我先向你尽鼓励，拜托你。好，现在能试试看，事体一定要办好。好，我走了，不要让村长碰到了，也要叫我你检讨了。哎，去劝劝小金姑啊。好。小三，哎，妈，你回来了？婶婶，哎，李姑娘，我娘好呀，我娘好。爹爹没回来啊？那爹爹走了半路了，不得把吊龙灯了拖了去了。婶，哎，婶婶，你娘，哎呀，我哪能闷声不响的就走了？哎，我拉王家等了侬半年，侬看啊，本等我来满头大汗，才半夜送出半条不性命。那份算亲事也定当着，我弟弟也没白留。娘。不能说人人品生得真善，不能说家人他总算可以。婆婆做人真好，想来我气气，眼眼加了过去，一定诚心实意，保管不受害气，你不要打错主意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讲起来啊，也要怪我做娘的不好。眼眼这个姑娘，我也没好好叫个管教过，丫头丫闹不懂规矩。要是有了婆家，听侬讲嘛，婆婆又是对侬和和气气的。是呀，那哪能好呢？
眼眼这个细骨头，我当时不成人的呀。眼眼嘛是个好姑娘嘛，有啥个错处呢？眼眼娘，那我要三心两意的，再给我一个回应吧。好吧，等马上回来再讲吧。也好，我走着。眼眼娘，这家是好人家，这段亲事里打成长都是好的。要是侬错过了机会，哪怕侬第日灯笼行遍天下，也行不啥个噻。我都明白了，我等侬回应也好。那么我走着，我送。先生，哎，你那个听哪能啦？不要去提气了，啊，这个人够啊。先生啊，做啥？笑嘻嘻的，声声的。人生生呀，我做美人可问当。小姑娘，你做美人不像样，只要做得对，为啥像不像？我来试试也无妨。一姑娘，我就听你讲一讲，我将许配那家你情郎，那就是同村李小薇，这门亲事不问当，为了这门亲，村里有人讲，年轻姑娘太荒唐，好生生呀，婚姻只要配相当，配相当，为啥人家背后讲？深深啊，小薇眼眼照相哎，真好一对配人上，自己看待是称心，将来不会得有爹娘，这人家夫妻容易成相骂，这一对夫妻是有说有笑有商量，亲亲热热过时光，就是为了好骂爹娘，骂爹娘。假使你非得这桩亲事另匹配，到将来一定会气鸳鸯，我女儿推到地狱里，爹娘人的伤心上，伤心上。深深啊，你想一想，眼眼是你亲生养，眼面里放着好话两条路，你要听眼眼做主张。我是讲得有道理，小为眼眼配得上，只怕村里闲话多，说我们爹娘太荒唐。你说好来有啥用？外面闲话啥地当，啥地当，白话才是老风景。那是小为眼眼不正当，索性把
配人上，看人家还有啥个闲话讲，有啥讲？我要看清这个小姑娘，当家的有条有理好主张。这样一来倒也好，一商量好，免得将来起上。他们本是两相爱，男女不会再背背打。第一姑娘好灵巧，你做媒人倒也做得美像样。深深可是答应了我，不要心急不要慌，为了你家叔叔张木匠，等他回来再商量。晓得侬不是不错一个老脑筋，侬一定会得让眼眼称心如意的。好姑娘，真会讲，几时学会做媒人的？哎，叔叔，现在搞好了，可不能改了。哦哟，侬个媒人好厉害呀，还要考顶专家。婶婶，不要说了，婶婶去蒸眼糯米团子拨侬吃吧。啊，婶婶，我要吃，不要吃。侬是媒人呀，将来成功啊，我要请侬吃18只地胖嘞！18只地胖吃下来啊，我要跟5升一样了哦，别人跟我跑没头了，一样的买点子啊！一下，那我听去了，听去了，现在侬一下，小圆妹叫，没有了，小薇和爹爹们还没去讲过了呀，有爹爹比较好讲一点，好。你跟侬自家去讲吧。哎，不要啊，帮忙报到底，还是侬去讲。好，我就去试试啊。哎呀，叔叔为了做肚子了呀！好了，不要吃了。我看侬。哎，哪里去啊？现在我肚子还热啊。好，婶婶，我不吃了。哎，做啥？做啥？小姑娘。你晓得我肚皮鼓了？俺没看见过这种那个样子呀，好像我是3年3夜没吃过一样。相亲，肚皮鼓啥块？眼眼娘，我刚看侬啊，急急忙忙、气呼呼的跑出来，眼眼个亲事搞了哪能啊？不要提起了，女生不是个东西呀，人前背后挑是非。眼眼嫁了过去啊，要吃一丝苦。我看侬啊，才能改来改去，姑娘到几时嫁出去啊？现在到一个好人家，啥人家？侪是小薇。小薇啊，啥人做个媒人啊？我家的姨姨。嘿，7条眉线，我给他一个理想。提起来要比家亲自为愿意，不能够到离家做生活。你眼眼名声挂在他身上，城里传说到山谷。再与小薇夫妻做，外头闲话更加多，还是不到王家去，免得人家讥笑我。清楚，眼眼都想为他最近有情趁早都有手。等我找王家也晓得，将来难免气多。为婆婆母来丈夫大，你可受到亲生女儿受痛苦。自己不去想一想，要不要你女儿常常来走走娘家路？我是孤单单老大玲玲，那轻轻的手指金大姑。好了，不要非上老丈母。眼眼娘，倘若眼眼配小薇，我恐怕人家笑话我。你怕人家笑话你，难道就不怕女儿去受苦？不要看轻马依依呀，这姑娘手到道理多。她说道：人家讲眼眼不正路，
其实是只为了小外甥一个，索性把他俩配一对，村里人有啥闲话懂。爷爷对啊，侬看对吧？看来侬已经答应了。是呀，侬呢？我侬。哎，到底哪呢？随侬。哎，干嘛伸手呢？那爹爹真怕人家讲，现在好了，总算答应了。小薇爹爹也答应了，这趟亏得一家帮忙。妈，今朝到村政府要了介绍信，就到区上去登记。好，到了村长的时候，好好教讲，不要小囡脾气哦。我才告诉伊，爷娘侪同意了。晓得了。小薇，是的。哎，小薇，姨讲的。没看见。辰光不早了，你去等你。好。妈，你去了。好，到水底哦。姨子，出啥事体了？我妈到5岁，今朝带你到区上去登记。你答应了？姨家，我答应了。有啥办法呢？我妈当我寻死做我个脑，一年就搿能大了，要是真的出啥个事体，姨姐，妹妹，我现在只希望哪个事体赶紧办好。好，走，哪里去？到村政府的那些介绍信去。我妈等5岁，现在已经到村长那去想了。我们现在也去，啥事这个机会也要叫伊说啊，看村长有啥个闲话好讲。对呀，现在就走。咦，侬在做啥？介绍信已经写好了，就跟5生去登记吧。走吧。妈，我到屋里去等我好了。我到爷爷城村长有事体，收回来。姨呀，姨娘，侬先回去，我来看老姨。好，喏。爷爷，侬真好。每只子一母母命，堂堂往往家过门，从此走上正经路，你的名声好个归正。村长，现在要请你写封介绍信。介绍信由你母亲打主门，不是我的介绍信，是他们2人要结婚。啊，是哪2个？是我你2个。哎，叫我哪能讲才好？小薇，奶奶，我看你们从小生长。一向爱在心，劝你2人结早为头好样。你的将来哪个做人？村长，我俩从未做错事，嘿，你千万不要听。村长这管心法看，还是替我写封介绍信。你们真是鬼迷了心。你长辈说也不听，村长，现在婚姻搞自由，你能成为我们2个人，就是说婚姻搞自由，总得要明媒正娶父母命。
让你们随随便便结了婚，哎，你们的家长也没几人，我爹爹一同意，我的家长也在人。啊，丈母娘也同意了。他们双方家长都同意，你不必担心夸答应。就是你们家长都同意，没有媒人没成婚。我们媒人已听到，就是我已做媒人。啊！爷爷你真配做媒人，为啥不能够做媒人？你自己还不想一想，你的名声太难听。既然我名声不好听，村长，你为啥要替我出介绍信？为啥不人代替刀坑下？我们自己来想才不肯。为啥强迫的亲事你同意？我们子女的婚姻你不责任。我做村长有责任，绝不能我来我做办事情。我们的婚姻有啥错？你为啥不肯出介绍信？去！你们都是不正经，要我相信的不能。小老百姓人民里，好在区上还有人，我们还是要登记去，请他们把道理评也评。爷爷，不要跟你多讲，走到区里去转转。好，那走好了。姨呀，你到啥地方去啊？咦，到区里去登记啊？走。才能出卡，是侬自家走得慢嘛？好了啊，总归是哪道理？那我走来外地等等我啊！哎，我本来满头大汗，叫侬人家不出心啊！轻一点啊！哎，吴生，侬来了。晓得了，对啊，爹爹，我大里阿姐去登记啊。问吴生，是个小囡嘛，啥要紧结婚啊？哼，那等一等啊，还有啥人啊？登记来。好，随便哪个？啊，介绍信拿来。弄错了呀，没错，人家现在一个人不行啊。讲侬弄错了，侬还不去？喏，侬个队长这个啊，侬哪能连自家的队长也不认得啦？好，现在侬先来吧，来，那两个都先来吧。侬个介绍信呢？侬叫啥？王晓得。几岁啦14。哦，18岁。啥个14？哦，18岁啊。莫伊是18岁吧？我不晓得。弟弟啥？侬也不懂讲古？哎呀，我这个讲古呢。哎，侬哪能可以怪伊呀？伊从来没看见过我，哪能晓得我岁数啊？啥？那两家头的面都没见过啊？哼，根本说不上自由婚姻。回去，不准登记。侬是啥人？
我女是卖布，一家本来不人女，谁是一个人宝贝？哦，原来是侬搞鬼把戏，非要叫你们村长好好的把你教育教育不可。回去。对的，登记好了吗？洗手去，去。爷爷啊，最起来，我先走好了，我还有事体了。我生日眼睛从来没看见过侬这种细碎姑娘呀！我蛮好一样跟你讲18岁，让我看侬啊，那侬就去见那娘哦。我讲啥？哦，侬还想到伊拉妈侬的办事费？哎呀，好，回去再讲。好，那快去登记吧。王助理，我你两个要登记。好啊，介绍信拿来。你没介绍信，村上不肯写。为啥不肯写？那是哪里一村啊？你张家长，我叫张眼眼。哦，那侬一定是李小伟了。是的。有没有介绍人？介绍人是我。某依依。好啊，那都来了啊。某依依。他俩为人太多情，好过个有9分，有钱子女来登记，请你把心夸大人。我的家长也同意，我爹我娘也在人。可是你们村长有意见，毛毛实实登记不该应。你村长是个老封建，私有婚姻他不同意，只能请区里来帮助，成为我们做夫妻。村里早已有报告，说你们男女乱搞把风气，被登记一定要介绍信，快回去与你们村长再商议。同他商量有啥用？村长是死不开窍的老公鸡，生病里讲过700遍，他还是古董脑子不讲理。好，等我们调查调查，再讲吧。王助理员，为啥要调查你？我们两个人都愿意，家长也同意了。你去任区长。任区长？区长不来了，事体是一样办的，必须要经过调查，都是手续。那这样子胡闹可不行啊！王助理员，你啥地方胡闹？这个就是胡闹。王助理员，不要多讲了，一定要调查。回去吧。哎，登记过吧，请来拿登记证啊。爷爷，不要烧了，飞母小菜搬出去吧。爷爷，爷爷，做啥？不是不？妈，不要瞎想了，自家身体要当心。妈。下心到院里去了，直到现在无回应。
奶奶，侬放心，要是真的有啥，娘会替侬做主的。快侬来搬出去吧。爹爹，爹爹，谁从小到叫侬去修四车呀？听见吧？爷爷来跟侬讲呀，到底听见没？上来发现都还不听见啊？听见了比侬懂得多了。事体闹到个程度，侬往脸上一滚，啥个都不管了。反正侬啊，整天蹲在屋里听不到外头的闲话。没个完啦，早也讲，夜也讲，讲来讲去就是弟弟，到底要讲到哪里一日哦？啥？我讲错了？眼眼的事体是闹到区政府，村里男女都知道。只要我一出入门口，村里人指指点点来讥笑，这丈母娘的女儿不规矩，丈母娘的姑娘家教，那区里登记不准许，使到张家姑娘的太无脑，是要比来人要脸，难道我丈母娘这个面子还不要？如果侬的主意打得好，我不会受气到今朝。奶奶，能够侬吃饭，要去听医院。啊，不要听我，这不听侬呢？侬讲的呀，眼眼讲不离小为，再也不为坏名声。侬讲的呀，索性把眼眼配小为，不人不为再对了。侬现在到外头去听一听。哪里有个不是搞得乱纷纷？那西人车比过3里路，为人车天下万里都闻名。真是把青竹竿到毛看，那抽气是越到越难闻。你娃要啰嗦说不定，看这桩婚姻很配称。既然是婚姻很配称，登记为啥批不正？就是区上网入里有问题。事体还没完了，快点有张面孔讲出来！你为啥得来调查啊？中忙！我到我娘家等一辈子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少讲2句吧，不要把姑娘逼杀。哎，侬哪里吃的啊？一家人讲侬都得能样子。大家才不管。爷爷，好了好了，啥？人家可以结婚了。可以结婚？有你外甥来着？不是的，走，进村庄去。哎，到底啥事体？快讲呀！合作社里向的陈同志刚刚从城里回来，伊靠政府颁布婚姻法了。婚姻法？是啊，婚姻法老规定，只要到了一定年龄，男女双方子女才可以结婚，不认为许可人。真的？当然真的，陈同志不会瞎讲的。小珍哥也晓得了，现在已经成议长，办离去了。好，走，我你再去跟村上那个老外婆，可以为啥闲话讲？好。他不讲闲话了，一日到夜到村政府来闹，
像啥样子啊？你不来这种村上欺凌啥呢？我想了恰到新年就不来了。我不等他讲，小三，请侬爷娘叫来。哦。奶奶，你为什么不肯上驾照箱？要肯上，还不会吵起来。你侬没告诉我，政府颁布了婚姻法了，你不相信？村长，是真的呀，婚姻法已经公布了，不管公布不公布，我早就跟他讲过，年纪轻的人应当生产上多用点力气。侬讲生产上压力一点做得不够。婚姻法了讲伊拉可以结婚，侬要是不相信，侬去问问做理陈同志。用我来问，我做村长我也不晓得，侬问也不肯去问，这个是啥呢？随便哪能讲？你们的婚姻办法啥？为什么办法？请你把道理搞清楚。乱搞的婚姻的疗法，把风气的事情还要多。啥把风气啊？并非我年纪入了15度，这种事情实在看不过。村长15句句对，就是你们不正路。老爹，我你啥个地方不正路？我年纪我只60多，从来不曾看见过姑娘自己嫁丈夫。爷爷娘来了，爷爷娘来了，爷爷娘来了。好，我同他家长去搞。村长，爷爷娘来了。村长，你来寻我啊？有啥事体吧？爷爷娘，我看那爷爷闹得无法无天了。爷爷做错啥事情，惹得村长不高兴。不是我寻他来吵闹，他为啥不肯出驾照信？啥？村长，爷爷这姑娘不懂事，请你原谅她年纪轻。回去吧。对，做父母的应当有教训，不能让女儿无路行。如果见他再胡闹，要你家长负责任。我要一本正经管教人，自家的脑子去大清。张老爹，侬看，他们讲我了，这个像长辈讲闲话，长辈要讲道理啊。侬讲啥人不讲道理啊？就是那爷爷，不要多讲了，同伊拉讲也讲不清楚啊。好，原来你也帮着他们来说话，这就是你做娘的好教训。你这样披上武斗重用他，难道你过去只是忘记的？这样话到话，做娘没做娘样子，老外公洗干净。好，党这干部一定叫你们检讨。区长来了，区长来了。好，区长来了，请区长来讲吧。好，请区长来评评理。啊，大家都来了吃的啊。区长，侬今朝哪能有空来？有眼事体啊？区长，我你只要来请侬评评道理。你有桩事体要请问侬？啥事体啊？区长，我你村里闹得特不这样了。区长，区长，了解呀。有我大家讲，到底是哪能一回事体啊？区长，他们真是闹翻天了，小娃眼眼男女乱搞，村里名声都搞坏了。我叫他们家长来教训教训，爷爷娘再帮着他们讲闲话。哦。爷爷娘，区长，侬讲讲看。我家爷爷有小孩，他们是两厢情愿订婚姻。侬做父母的意思呢？我是呀，小孩我看得准，他们婚姻我赞成。可是村长不肯出驾照信，区里登记又要调查清，我不知为了啥原因。村长，侬讲为啥呢？他们是男女乱搞名声话，全村人人有反应。如果让他们混来着，破坏了风气，就哪个斗争？这都是你自己闹清楚，男女一样都是人，还能闹得我能生
亲来搞不清。学长，侬看，张老爹。学长，你啊，侬讲。上一道千金难买是中医，自己看待是真心，上头一起又来往，手上双风把若不正经。啊，亏你是出此中我，把张家种里丢人。难道你20年前的老夫子，到今天还要流尽爱种苦本？哼，有你这种好教训，女儿哪能会有好名声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娘不规矩，女儿当然也不规正。告诉你，此地不是东王庄，这种威风雅气要踩干净。他为啥也能对我骂？村长，那这个是啥个意思啊？哪这个这么高理？妈，这个，你啊，数一些吧。妈，这个，圆娘。我到底为了啥个事？为了啥个事？你们说，我究竟为了什么事？为啥这样苦苦逼我？满腹心酸向谁讲？我偏也有非生人，我当无牛也能记他样。我是一生幸福早人王，只盼望小一辈的姑娘把福享，谁知你们的高东不鸟人，还要把我的爱伤，糟蹋我半世到为吧，不应该糟蹋爱小姑娘。母女俩为了什么事？为啥苦苦逼我们进虎口？母女俩究竟为了什么事？为啥苦苦逼我们进虎口？局长，那你的婚姻到底能不能够自家做主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区长，这个是为啥？
我也不明白。刚才眼眼娘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问问，到底是无人来了他，像这样的舞女有多少？心爱之人不能嫁，这病迈不拢去逃，糊里糊涂嫁到夫家去，心系作恶上吵闹，这日子不是人来过，年年月月是煎熬。大婶，哪讲对吧？区长，侬讲得真对。因此然，不离的旧婚姻，一定要把它抵死掉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政府已经公布了婚姻法。婚姻法明文规定，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双方子女都可以自由结婚啊！今朝区长为谁人带到此地来，告诉大家婚姻法到底是哪能一回事情？小伟，眼眼，那是要不有利的信，我也看到了。我很抱歉，上次拿到区长去登记，王助理有处理事情官僚之意，耽误了哪个婚姻。现在在区长做检讨，那明朝再到区长去登记。小静，依依，明朝拿一道去。家长有啥意见啦？区长，我没意见。没那个事体了，侬自家去当自家做媒人吧。娘娘，区长，回去休息休息吧。等一些区长还有谁人带到此地来，我要来向侬道喜了。谢谢侬，区长，谢谢侬。没啥。妈，眼眼呀，终究成了你的心，为娘心里真高兴，你就要嫁到夫家去，有空要常常回来望嫂亲，不要有了女婿忘记了娘，丢下你娘孤零零，孤零零。妈，为啥你能讲？侬不是很高兴吗？为娘做了半世人，真是想不到有这样的好事情。姑娘啊，你生长在今朝好姻缘，我真想烦恼为同送祝人。妈，谁是那样来的？你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妈妈手里拿个啥？罗汉钿，罗汉钿。
方来的？谁来的？那是我。侬啥地方来的？我也是才来的。侬个，再拿去吧。哇，侬手里哪能还有一个？哦，这个是我的。侬啥地方来的？还是谁来的？小姑娘，你成了侬个心了啊！你晓得啦？晓得，外头闹得个那样子，我还不晓得。有闲话没讲啦前头哦，不要将来又啰里啰嗦的。哎呀，外头又不讲啥嘛，我有啥闲话好讲呢？妈，现在才来了。想到到西来了，恭喜恭喜啊！那个娘，想到到西来了，那个娘，恭喜恭喜啊！